总统教育奖，林泰祥单位理事长。但是我决定，今仔日咱会当将受到天文事业、天道普传、值得感谢历史人物。就是讲，只要咱来当好好想，咱来当好好办，同款的咱嘛是会当创造出一片天。也就是讲咱今仔日，咱会当将受到天文事业，咱会当含天道同款参考受信，会当甲天道同款。在天地注册，这是真好机会，咱一定爱好好把握，咱一定爱好好来守住咱的事业。咱的启蒙老师甲咱讲，伊讲咱今仔日心灵困难，会当是白用英文，诸菩萨伊就来看世，大多数拢是专写做困难不是专写做困难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咱忙先看咱家己咱拢是菩萨心，咱拢是诸菩萨，有化心，要来按大人救人的所以讲，咱今仔日有这么好的意见，会当伫白用法术内底，担任一个思维，这是咱的好宝。那么今仔日这个真正舒适的意见，互他，要来。祝咱在座的各位亲爱的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恭喜嘛要恭祝咱，所有亲爱的妈妈会当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、美满。将来咱会当日老变少，命老平安。各位先生，感谢主杯。爱情单位李组长，他是梁家的媳妇，梁家的媳妇，他就是。